最新的消息，咱要来看欧洲各国的头人，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8做伙去白宫，甲川普进行会谈了后，总算是促成美国、罗西亚甲乌克兰三边的会谈。川普讲会主办这个会议，会先由泽伦斯基甲罗西亚总统普京双边来谈判，了后伊才阁加入进行三边的会谈。那这详细情形，咱连线互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。 美国总统川普今日是伫白宫迎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，含其他7位，包括欧盟、北约、法国、德国等欧洲的领导者。川普含泽伦斯基是两个人先两边谈判了后，刷落来才加入其他的来宾。 进行一个多边的会议，这个会议顶悬是欧洲各国拢赞声支持乌克兰来争取这个安全保障。那这个安全保障是伫顶礼拜五，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伫阿拉斯加有答应要来安排这个安全保障。那这个会议结束了后，川普就公布讲，伊成功来争取到。 美国、罗西亚含乌克兰三边的这个会议，伊讲这个会议是伊伫甲普丁讨论了后，即马普丁含泽伦斯基拢答应讲要来见面，两个人见面了后，这川普刷落来会加入进行做成一个三边的会议。这个会议伊是也未讲地点含时间未伫倒位。 不过，伫今仔日大家是想到讲，今年6个月以前，就是今年的2月时阵，这个泽伦斯基来到白宫是含川普来冤家嘛。因安尼，今仔日咱是看到7位这个欧洲的领导者来甲泽伦斯基赞声，来帮助伊来向美国争取这个安全保障，嘛成功安排到这个美国、罗西亚含。 乌克兰的三边会议，即马看起来是有可能，这个俄罗斯含罗西亚的战争是距离这个战争结束搁进一步。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白宫的报道。